大家好，我係李正榮。呢個暑假我哋都做咗好多研究，我係研究咗其中一個蕨類，佢叫做芒蠅。蕨類植物已經係地球4億年前已經出現啦，佢係最早出現嘅植物之一，比恐龍仲要早咗2億年。喺恐龍滅絕之後，竟然流傳到而家，可以講係名副其實嘅活化石。我今日介紹嘅芒蠅係廣泛分布喺全世界，東南亞、中國、日本、香港都容易揾到。透過野外觀察，就閱讀呢本蕨類學呢本書。芒蠅生長喺山邊、溪邊、路邊，佢係適應力好強嘅植物，極度耐寒，鍾意陽光，喺強酸性嘅土壤，仲有喺貧瘠嘅土壤都可以生長。佢嘅根莖係紅褐色，即係假耳字分叉，葉柄有細毛，葉面鮮綠，會有少少灰色，滋性非常強硬。芒蠅嘅滋性剝開外皮之後，用嚟編織嗰個藝術品。呢種植物喺農業上有多種用途，其中一種可以攞嚟種靈芝，佢係嫩芽，可以採摘嚟食用。佢哋全棵植物都可以做中藥，佢用可以攞嚟治蚊蟲咬，可以治蜈蚣咬傷，所以又叫做蜈蚣草。呢個植物係好多用途，同學喺路邊見到可以欣賞下。呢個神秘植物所以叫做芒蠅。我今日嘅介紹到呢個為止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